網友正式投稿鬼故事嗬，呢個每個人呢個跟男朋友學遊戲啦，遊戲之後個男朋友突然間210萬之後呢，有假嘅人呢關我嘅日子那個跟住其中一人呢，佢就佢老公是冇名嘅，呢個故事好恐怖嘅啦嚇。投稿嘅人呢意思嘅呢家嘅嗬，就嫌咗摧毀呢跟男朋友呢是嫌咗佢呀，讀第二校啲逼一啲小學都嚟啦，這個讀第二校啲談戀愛咧，從一第二舊一社會啦嗬，他們攞起在呢啲邊入啦，邊入之後呢一個佢呀，這個呢揾人結婚嘅啦嘛嗬。已經睇嘅邊入係20幾歲啦，而且你老家個人結婚都比較爭啊嗬，為呢出嚟呢個能唔能結婚有咩都畢竟人因出社會咗是吧，成咗年錢啦，為咗錢為咗儲啊，或者是個喺條件允許再結婚又冇電啊嗬，因為呢佢又呢個係又冇關係大又冇產落去，出嘅社會嗰啲老公婆仲學拼命就顧咗自己自己佢呀，而那努力顧咗自，冇關係做老闆啊，等面啊辦事會咪咪做呢，仲會顧咗嘅，因為畢竟說做緊呢字佢誒為了以後結婚冇得好出來等面過嚟，出嘅社會做到晒去揀個做後呢，差不多嘢揀嘅，出嚟紅遊戲啊嗱嗬，後嘅呢就說一起拍片啊咯，呢個拖背嘅茶等面背茶呢。這個茶嘅居本營銷戶，茶居本營銷戶呢是可以下來呢這個貼居本營銷咗咁破古杯嘅茶又冇關，畢竟呢即係起咗股啊，冇茶個等面啊出200萬邊啦嗬，然後呢辦公室是講主要一啲結婚嗰個吹女人一共冇茶啲企啦嗬，因為這個杯茶。而且然後呢，即係佢遊戲一個研究杯茶，一種嘅事件呢，攞嘅那個嘅將差不多就是在訂啲重債然後將啲在訂去重債咗嚟啦，只不過係個摧毀庫嘅，可以下來嗱，就是個人嘅將其個面等面嗱，這個人探究嘅時間段嘅嗱嗬，照查嘅可以下庫銷庫摧毀一來佢探齊來探齊件乜嗱嗬，後嘅杯茶冇話庫啲情況下呢，攞人這個人都冇。你估提前啊，等面嚟學嫌區下股摧毀一品啊，畢竟攞能仲仔學股啊，或者舊結婚嘅氣質啦，攞能更多相對嚟個比較穩定咧，茶又冇樣嗱嗬。後邊呢個下嘅區下這個下，現在呢苦到啫古波英面苦到啫，或者是個好緊你媽啫嘅，談一個砌劍啊砌落嘅嗬。係一個人呢一個摧毀就花花嘻嘻咯，呢個下現在呢苦把啫嗱嗬。後邊呢燈咩啊？當面呢，那個可以啊，可能就小出個杯嘛，小的咪小個杯嘅茶紅啊、紅桃啊，咁咪就這樣啦嗬。出個差不多如果倒咗嘅，自己會茶崩死。嗰個種仔啦，種佢倒完一崩個燒茶，酸啲仔個人要冇崩咗燒，那些灰茶你等下就崩死啦嗬。崩燒咗後呢，出嚟又冇仔，一直開咗嚟，個燈對嘢嘅，把油啲嚟之前啦，都咪開起起然後。嗰個2次曬咗唔人，再要啲種人啊，佢冇曬時間唔人啊。然後主要係執嘅定位，有啲定位是點拍嘅呢？有啲定位是可以人呢拍過嚟嘅，嗰定位俾呢個後邊啲話冇講得清楚，可能啲經常啊球啊等面啊嗬，那是調到個都得第一樣，一個摧毀呢雖然個冇調啲話清楚，那是調啲都得第一樣啊等面，那是一時呢油呢個挑啦。這個傾掉烏蘇啦，你冇可能喐環啊，拍定圍佢嚟過咗燈面嗬，因為呢摧毀啲人咪狂狂驚驚啊燈面啊，點樣咩佢意認咯，佢意認呢做個白板嘅自己嘅男朋友呢，唔知佢人啊，又用白板咁緊仲開咗錯咗啦，只講能炸話佢成日碰事啦，開咗錯咗咧一個摧毀啲靠咗自己靠咯。個做咩咗樣啊？現在人哋說差不多提前佢結婚咧，做咩出嘅見咗多條數啊？嗬，但是呢一面又冇改變啲苦啦，雖然個而當時冇啊加上成啲人一提佢嘅好多諗潮嘅樣，而冇加上成廿咁成嗬，自己繼續自己求，一個做自己求咧，佢人呢啲個就個細求，做難黑擺放送啲啲人照顧冇學求，我冇呢我一直勁好多，等面冇幫成浪啊嗬，一個人啲出嚟啲條到一個人啲求那多時候。因為可能想挨咗你最希望一個定比啲貴嘅，可能啲好了解家己嘅是不是啊？跟住舊探紅龍價嘅戲機啦，紅嘢佢撞嘅嘢佢啲相對嚟嗰啲保少就係貴，因為一個佢行啲脾氣是相當好，一間我仲是夾到阻住，所以個好難嘅嘅。但是呢，一直靠佢個保，你勁乜度啦嗬？因為啲對一個事情，我哋對自己學時，跟住對自己靠咯。
你個把一先能就冇驚能啦，嗱當路啦，等面嗬，自己就過一陣回過咗在嚟，到自己發時啲，當時一個出回呢一定嘅小白就是冇小價嘅嗬，跟住呢也一直冇辦啲攞一個規下，所以講呢也加咗個發時，呢也加到對嘅 CT 就咗個歌咯，是吧？後尾自己就咗個歌，就即靠嗱。一個球主拗呢一件事差不多就推過呢，雖然個以發時個一先能冇驚能，一計攞幾部 S 冇驚能嘅是吧？那是一氣攞氣，呢攞曬氣，呢曬絲氣，集氣杯氣主拗呢都傾嘢傾驚能嘅是喎咯，因為個個食鬼能就大利咗啦嗬，有個當佢撒氣再要個。人呢，這個出人呢，身體個幾啊，猛鬧啊，能鬧啦，身體又變差啦，個幾出人呢，氣機就相對嚟個變大啦嗬，身體啲不是好過做呢，人呢就處於激紅啊，等面啊，因為個幾畢竟呢，拖照顧個幾多能嘅呢冇計過啦，是吧？呢老會以後做咗條好嘅，跟住呢有心臟病啊，實現我擺啲好多道是冇咯，相對嚟個比較大，人呢啲係咪佢生錢，出人啲睇人呢，等位呢，畢竟親家等面啊嘴呢，好親家高水啊嘴個股啊生錢好價嘅氣機啊，因為啲睇呢為佢生錢咯，為啲生錢啱嘅男嘅，雖然個當時生錢啱一個男嘅呢，冇事好食，但是呢，而確啲一個男嘅，有咩又去好病多，跟住啲男嘅啲人都拿個咗錢咁，你知急到佢成話只跌啦，又冇緊要制個，睇做後一樣嘅，愛錢看啲錢嘛，是冇咯，能急就推過，即係幾好啲數，佢會啲咁嘅男嘅嗬。好，做拗呢差不多不曉啲激紅啊，就啲好送人大件啊，激紅個做拗，當日激紅一日跟住是咩咧？激紅一日呢，出回差不多嘅，阿男嘅咩解啊？就是個前提咁咩啊？冇是話梅哩，這個嗱溜，嗱隻辣咁型，嗱白痴，又要咁曲激紅一日，我會舊激個紅個做拗呢。咩個差不多就是東棒的時候嚟，可能我做咩解呢？嗬，前能做ทั้งกัน嗬，究竟紅咩？這個出回一路講啊，人都十班啊，就準備拖跟住捉緊啊，都未，喂，日少咗緊個做啦，出回呢個幾曲的成嗱跟緊嗱，冇似呢個顯示器，啲冇做啲錢講過，就係啦。一個人呢十一啲又冇等佢數咯，畢竟以前嗰幾個做咩錢啲又冇掛咧，咪人買到啲喐緊嚇，能畢竟見話激紅啲，一個冇嚟啲巴啦，我哋哪樣都啲貴個，可能呢啲又冇咁聰明啊嗬，雖然個吹回啊日嗰啲嘅興起咁，明白知尖嘅創啲人冇啲而曲啲嘅，可能係是消息冇好個咧，啲又冇緊到工作緊咯，一個冇緊到工作緊個咧，一件數字推貴啦，你計嘅十一不曉做拗呢啲掛嘅梅喺度。cái đó bếp thì cho quá cái mẹ âu quê à quan nghe quê của ní trong lá cái non rồi thì quê về thuyền điện số cho tiền của âu quê đi lo của làm 7 tháng rồi chứ bà sau khi đang 7 tháng chứ thôi cũng quê tiền của chào đó mình đâu thì chào đó của bồi tiền của chào của cái tiền của tháng cái cái là tiền của tháng cái bồi mi cái dầu tiền màu rồi ý màu ở trong bảo thì bỏ to giảm mạt thì của cái老闆啊，諗嘅會蘋果吧，拉不掂呢嘅，把希望質掂呢嘅，個老闆等下佢就講話，錄曲點同嘅會蘋果麼？一個出嚟查到嘅時候，等下佢改判，如果呢個時候我就是想把嘅在南照嘅實施一個嘢，佢下嘅麼就未有清楚啊，等下時咪動啊嘅。我會呢啲一個咩解呢？我嘅會咪會蘋果攤嘅攤老闆啊喂，睇老闆可能等下啲人幫人過來變嘅難個，下班人個拉蘋果都希望即係咪少一時又冇單個吧？如果會呢啲幾老闆攞咗嗰啲，我都面前可能等下又拉到你興食，而啲科技是不是當時個技術在啊？又冇少在，或者拉乜嘢嘅蘋果係佢背對都老頹一擺呢，一大眾好多。吊蘋嘅蘋果拉過嚟去打落啲爐巴呢啲巴嘅弄鬧個。一大好多嘅蘋果拉過嚟去打嘅弄鬧個，令你嘅人咪就是個好恐怖嘅樣做啊！但是呢弄鬧嗰啲鬧咧，當時又冇少好在咁曲事嘅醫話嘅嗱嗬，咁為呢啲又講到講咩計咯？對性量方面啊，要夠不曉啦吧？差不多在鬧啊弄做後呢，又小養升天啊，一氣嘅又教啫嗱，一個吹回呢啲更一興仔嘅老講實邊呢啲人攞能把小拖弄啊！大部咧又學咗股啦，選個都係嘅弄拉股，要學等後不曉做後小養先啲學咧，只弄能少量嚟一起講都冇只仔拖嘅弄啊嘛嗬，後尾啲拖少個拖嘅弄咯，因為拖嘅弄起頸啊，即係拖弄嘅起頸，
我認呢出回老講十班呢啲佢教咗只嘅念咗緊會做拗，啲佢教咗只嘅佢咗睇只辣個把後就開咗菜，食到花皮細就開咯，一個出回就炸咗菜看談諗超kỳ真咪咯，諗啦一個嘢十班呢啲花皮細多呢掉掉，花就咁對講一多掉，一個人呢出回呢個仲變到佢男啊超kỳ睇官然後也夠佢教是勁嘅，只不過是個十班花皮細睇咗掉啲壞咯，唉。做咩啊？開到花呀皮細把就做開啊，煎嘅等面，我嘢老公十班啲擺一面咗嚟，吹回等下就解釋個，一見一面就冇目光，乜抹啲咩啲冇一吹又冇皮又冇，就算哪個用面咗只繼續解紅，我會等下講起嚟，講起十班啲人差個，十班個做咩講咩啊？寶貝啊，等咩啊嗬？我為嘅吹回呢有幾老公咧，等我觀眾多隻個把人咧要幫成散我，為啲講老公過件數咯，講十班個咯，一個十班個老師傅師啊，諗超級種諗太嚴密啦，或者是個都冇規定等面嘅超級啊，抹灰啦那咗樣啊，我為啲男嘅老婆就開呢，因為嘅十班根本就冇正常，一ทั้ง成貴一ทั้งมี嘅嗬，冇對職務一ทั้งมี，所以個啲就是個幾老婆啊，諗超級啊，咪解諗起估嗱嗬，啲硬嘅老婆弄啲男咪開咗件數太貴。但壞一堆議題，搞一堆事嘅會有啲情況啊！佢行呢啲個都公水咗辦公所職稱啊，嫌多一格數咁咪幾苦啊！嗬，我為啲個，我為啲對呢個，又喺老婆出回出股咯，是冇咯，又出股誒，你啲職稱啊，畢竟個掛架啊，差唔多除咗股咧，幫閃咁樣啊！嗬，至少我對更加幾老婆出股職稱，那是一次鏡呢，出回是比較少閃嘅，幾後面就冇使做到嚟。嗱，睇後嘅幾個掉河就知啲噶，因為我對一題經驗個弄拉個呢，比較靠彩呢，是話也比較簡啊。啲學者會學者二，那是聽老公失敗咗講呢個出股職稱問題，老公一直都升級也冇講嘅大啲緊，老公呢個職稱，一個係個職稱嘅中途啊，個職稱嘅嗰個中途，而緊老公呢，啲只部嘅工會嚟，一個工會呢啲嘢都幾叫嚟。我公婆一直冇夾啲嘅叫咯，就係話你到底一直夾10分鐘就冇夾啲嘅叫咯。我話你，所以這個是不是都有鬼拍住我啦？聽咩啊？實在就冇成嘅聽咩？那其實不係個人咪咪鬼拍住我吧，仲冇成嘅連咩個？我嘅叫我都只係把掉落個好咗，只冇先能啲拆啦。我話實在定係掛好咗掉落個袋咗咯，掉落袋嚟。我話你。一個出嚟啲卡都一夾，而啲曲機都要跳，跟住就即夾更，我話都好似啊跳，啲人叫紅個做拗完都咁破車，其實啲情況係呢，你嚟能撞到隻㗎，車嘅人哋跟住個，其實一件數呢，也不是咪咪好嘅，也不是咪咪叫嘅，只不過是人都咁破多咗件拗數，一顯示仲是咩？顯示仲是而家老講實嘅。都老腿又鬼老腿嚟，就是講你可能真會點嗰個鬼老腿呐，能走啊，硬情同走啫，都點八英咯，個站一條就站紅個，然後呢一個出人呢是卡咗隻雞可能夾更，我會都要跳，或者老嘅弄，我會也冇波多，一個人呢攞最期做黑茶啦。一個十班呢啲人應該跳啦，冇事情也逼到咁成啦，畢竟以前做多咗見有咗數是冇咯。啊喂，呢啲係咪夾波啊等咩啊，仲個車等嘅數戶啊，個對嘅經驗數戶過嚟，唔係咪數嘅呢？然後畢竟都有嘅妖奇怪數，跟住一老婆就係都嚟呢，也都會好最奇怪數，最奇怪嘅數是跟以前做過嘅個都個我咪佢叫話比賽巴爾對你冇幾名嗰數嗱，一個係啲假嗱。結果車數戶咯，一個嘢嘅播住個車數戶過嚟，數戶日抹嘅我哋出嘢嘅出回一升幾勁嘅難度，啲跟住個近出回個能嘅播啊老公啊，仲即係中國咧數戶中國咧，如果老師播招嘅仔諗招，跟住學啊最氣，然後一話四萬我做後呢度卡咗一升幾球，個一先能呢就冇激紅啦，係吧？嗱，到一升幾勁嘅就知啲啦，我話呢就講係。你收好啲近出嚟個，其實呢都就諗住一直都升級嘅，但是呢路冇債都冇咁少啲多，而家佢會好似做建教嘅路啦，對一條路激紅，冇佢路老講乜，一個是嘅建教，對二條大建教是咩啦？是個路回應啊對一台呢又拉個，啲執咗舊一件數，3件數，做到咪解嗰個是路一陣諗住都自己勁到錢，人會要登坐，答應佢，個冇愛仔嘅。
拿拖一個老講，歐嘅都要價個，定咗到啲背棚嘅，已經半起幾傾傾到啲英文師個，一個英期啲單啲景嗰度錢，歐嘅呢出嚟呢個，亞數我等面啊，可能嘅波等面嘅機會期咯啲啊，係咩沙好掛個呢係咩？一數號嗱個掛罩個等面。我數號呢啲小字有啲崩數咯，是吧？嗱，你能一字仔台能崩數啊啲也板嘅，一啲波緊嘅出嚟掛嘅佢也揸咯，掛揸會掛嗰條台呢，我勁緊到錢啦嗬。我一件數字推過嚟個，但是呢從一件數或者從一樣嘢沙好高，最多都錯高一張數，見人嘅波緊都講條做拗呢，我能金錢嘅也冇隨時把握啦，因為。可能老講有呢個經驗又有數啊，就係個仔嘅有數，即係可能有呢個經驗，跟住我哋去啲就大啦，即係我嘅學個都拗舊兄弟打一撒氣，也冇拖到窿，我嘅好似金錢呢也冇隨時把錢，我能老公婆嗰啲啊，你也冇拖到窿，嗰啲也會離婚都有誒種態嘅啦，誒，故事出過了啦，我正式句故事係可以調教哈，拜拜。